傲慢甲偏见，台语版，作者金阿斯顿。第一章，一个少年有个好野的独生仔，一定爱有一个家后，这是通人知的道理。是讲，这个独生仔到底是贤是好，这都毋是讨论的重点啊。反正只要有这款人搬来做厝边，厝边隔壁大家都目睭金金金，想空想芳，要将家己的查某囝嫁予伊。班内太太就是这款的查某人。一天，伊真欢喜对翁婿讲：“翁个，你敢有听人讲年伫火山中飞出去啊？”班内先生听到太太那火鸡母的声，目头结结，回讲无听别人讲起。毋过，拄则来的龙太太已经全部讲互我听呢。班内先生也是点点。班内太太看因翁无男无女，就大声甲伊喊：“你敢无想要知影到底是谁要来带？”哎呀！你若想要讲互我听，我是袂反对啦。翁个，我甲你讲，龙太太讲，年伫火山中已经互一个为北部来的好野人睡去啊。顶礼拜一迄天哦，一个少年家啊，坐一台四轮的来，伊对迄间厝是满意甲哦，随着甲刮落来，听讲是9月底进前就会搬入来。伊后礼拜会派下骹手人先过来看厝内。伊说啥？宾利。娶袂？哦，也袂咧。翁个，我照探听清楚啊，一个也袂娶，又搁好野的少年家啊。听讲敢若利息，一年都有4、5千英镑，这对咱查某囝来讲，真正是足好康的。哼。这甲咱查某囝有啥地来啊？老爷，你讲迄是啥物话啦？你敢毋知这个人一定会娶咱其中一个查某囝？哦，当时啊，伊搬来遮大，心内得的是这款算盘哦。得啥物算盘啦？乌白讲。毋过伊一定会去杀掉咱查某囝。所以伊若搬来。你随着爱去伊遐行行坐坐咧，先熟悉一下。我看吼，无这个必要。若要恁去就好。哦，我看哦，你唔通对恁查某囝去啦。若无，亲像你这妖娇美咧，凡说宾利先生杀掉的人是你哦。哎呦，翁个，你是家己保较袂臭错，是？哎呦！认真讲起来，人我少年的时是乌鸟子啊呢，只是讲现此时哦，连查某囝都挺好通嫁啊，人哪看会介意我一个乌巴桑？你讲了嘛有影，像你食到这个货，免忙啦。菲律宾你若搬来哦，翁个，你定着爱去拜访。做这款代志是要创啥啦？你嘛爱替咱迄几个查某囝小拍算一下，这阵姻缘闹成，哦，迄都不得了哦！我不管啦，你一定爱去，翁个，你无先去拜访，阮就去行大，会互人笑阮大面神啦。敢会？恁着做恁去，哪有要紧啊？我阁会写一张批互你炸过去，通互伊知影，毋管是倒一个查某囝。我拢真欢迎伊来娶，尤其是咱律师，我一定特别讹落伊的。都无咧笑讲，我就是想无，律师也无较出色，生做也无真的一般水，嘛无亲像咱上细汉的好斗阵，颠倒你上介疼伊。咱迄几个查某囝，安怎看拢同款性，无啥物讹落一个。班内先生讲，拢是无脑筋，做代志拢用土想的。律师着较有头壳，加遮伶俐哦。老爷，你哪会安尼讲咱查某囝咧？
你就是爱甲我落去，一点仔都无带念我哪有神经衰弱。哎哟，无诶，你误会我真深么？我哪敢无带念你诶神经呢？会知呢？我甲你诶神经捌遐久啊，定定听你不时咧提起，上无嘛听要20当有啊！哎哟，你拢毋知影我诶艰苦啦！哎哟，知影吧？毋知影吧？总是你爱较紧好起来，安尼才会当看到一年有4000英镑的少年家仔搬来做你的厝边。迄有啥物路用？总共来20个，若拢无去甲人拜访，敢无较蛇？哎哟，无呀，你听我讲啦，若真正有20个搬来做咱厝边哦，我一定随个去拜访啊。班内先生就是遮尔诼谐甲搞怪，虽然平常时无啥爱开喙，毋过若是要甲人争，伊是袂输人。班内太太介意，计要23当啊，到当也是掠伊的心肝掠袂着。班内太太这个人就较好理解啊，伊是一个翻颠爱细细念的查某人，性地哪差别咧？若无顺伊的意，就伫遐咧嗨嗨叫，讲伊神经搁咧衰弱啊！伊人生上重要的代志是甲迄几个查某囝嫁出去，就安尼，伊就规工四界找厝边咧探听，讲东讲西拍拉梁。